伊若摆发生伫新北市三峡的车祸，造成3个人死亡，12个人重伤。赛车78岁肇事的驾驶，其实伊是伫今年2月才拄换好驾照，也毋过即摆出即款代志，嘛互侪伙人换驾照的制度，搁再引起讨论。按照目前的规定，是75岁以上的老人每3年爱换一届驾照。也毋过即马交通部长伫早暗又开记者会，表示未来要规划甲换驾照的年岁降到70岁，要向日本共款。骑奥多摆的单尾弯，互后壁车驶真紧弄着。新的这个车祸是造成1死6伤，肇事的驾驶是79岁。规台车是弄甲密密麻麻，伫家己动停落来进前，是弄着3个骑奥多摆的。高雄这个车祸涉案的驾驶是94岁，即马新北市三峡15个人死伤的重大车祸嘛是侪伙人肇事，互高龄换照制度的争议，搁一摆引起讨论。高龄者在整个测验，未来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好好的重新检讨制度。不管是赛车还是骑车，侪伙人上路肇事，对108年的39000外件，112年是大大增加，已经超过56000件。照国内规定，75岁以上的士大人，逐3年换照，必须要检测认知功能。但是民国31年7月7日进前出事的，是无强制换照，嘛互这几十万的老大人变作乌数。搁比较各国换照的年岁，日本、英国70岁开始，南韩、新加坡是65岁开始。日本是大概5年或者是各限定年数，你就要回去再做一次交通讲习。那针对于老龄人口的话，我们其实更应该做到的事情是加强他们的体能检测，那加强他们的对于认知的部分。日本话驾照唔拿爱参加安全讲习，阮75岁搁爱附加认知检测和驾驶能力的测验，若有违规的记录，搁必须要实地路考通过。韩国是要求逐5年检测，75岁以上是缩短到3年一摆，而且爱接受道安教育。新加坡是要求65岁以上都该经过医师的评估。第一个可能适合的运具不足，好，那再来就是一个涵盖率不够，还有就是你的交通时间过长，导致很多长辈还会希望自己来做这样的一个自主的一个交通的一个行为，所以会自己开车。面对这回换照，对年岁下修到检测的加严，各层面拢引起讨论。即马交通部已经提出改革的方向，但是老员讲危险驾驶，毋若是发生伫咧老大人身躯顶，搁点出真侪偏乡的地区，大众运输无够侪，侪伙人只好塞车。按照优化交通网络嘛，要做回来思考。记者综合报道。